我的观点，他来把这一段受难的叙述，他做一个解说。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死，彼得也是这样说，他是代替我们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头上戴着荆棘冠冕。请问为什么有荆棘？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地就长出了荆棘和蒺藜来，那是一个咒诅，地受了咒诅。耶稣基督戴上荆棘冠冕，代替我们受了咒诅，使我们得到上帝的赐福。换句话说，咒诅他受，恩典福分赐福我们领，所以我们应当来领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，从万般的咒诅、命运的咒诅、父母的咒诅、长官的咒诅、同事的咒诅中，我们走出来，因为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咒诅。我们也发现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外衣被研究了，里衣、鞋子、腰带、头巾都被分走了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没有穿任何的衣服，那是一个极大的羞辱。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羞辱，使我们得着上帝尊贵的荣耀。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失去了荣耀的身体，就看到自己是赤身裸体的。天父上帝用羊皮来代替他们自己遮羞的无花果树的树叶。可是当他的圣子来到人间的时候，却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，竟然没有任何遮羞之物。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羞辱，为了使我们得到上帝的荣耀。人类因为犯罪失去了尊贵荣耀的冠冕。希伯来书说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耶稣基督为我们得着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，却是付上了被羞辱的代价。耶稣整个背部受了鞭伤，他整个背部裸露，抱着棍子，然后从上面戳，每一次打的时候，连骨筋肉整个都拉出来，好多人从此就一生残障。但是更多人是被鞭打以后就精神错乱。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鞭伤，为了使我们得着医治。我们在这一生里面，我们受到许多的冤屈，受到许多的难过，我们的心灵里面受伤，我们应当得到的爱得不到，我们不想被霸凌跟虐待的，却遭受了。这一些冤屈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心灵极大的创伤。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鞭伤，使我们得医治。最后一个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被上帝遗弃，代替我们的罪，代替我们受死。所谓圣经上所说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死就是与上帝隔绝。人类如果只有一次生，就有两次死，不只是肉身的死，而且灵魂要与上帝隔绝。而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上帝的刑罚，跟受了上帝的弃绝，为了使我们跟上帝和好，重新被接纳。所以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完整的救恩。基督的十字架就把这个恩典，白白的恩典放在我们面前。我们要成为一个领受基督十字架恩典的人，我们就以恩报恩；领受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，我们就以爱还爱。恩典跟爱激励我们，我们也承担起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。就好像西门那个古利奈人西门，他很莫名其妙的跟耶稣基督扛十字架，结果他信主了，并且成为安提阿教会的一个领袖。以后他的儿子成为当时初代教会的主教。
背着十字架，真正的尊荣是我们承担起我们的责任，领受了神的爱，就以爱还爱，爱神爱人；领受了神的恩典，就以恩报恩。这种领受恩爱的十字架，我们就背上恩爱的十字架，使许多人一起跟我们蒙受恩典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经历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。主，我们也了解十字架的意义。主，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说：主啊，救我脱离今生的做主、羞辱、冤屈，救我脱离我对死亡的恐惧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完全替我这个罪人已经承受了。主啊，你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你亲自把永生的福分赏赐给我们。主，我们愿意信靠你，愿意领受这个救恩。我们恳求主，十字架上你在十字架上，那就是我们与你同定十字架。你定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身旁。主啊，救我们，拯救我们，脱离这一切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牧师为我们安排了，这样一个体验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个过程。我们也谢谢5位的读经员用他们的声音来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场景。现在我们来背诵金句，马可福音14章36节。我们同诵2遍，来请。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从我的意